爱着都是流浪者，因为流浪，故所坚强；因为冇土地，故所到来位就是故乡。生命就像春蚕，要经过磨难，才能够绽放光芒。每摆嘅機會都要堅持，每一個機會都係希望。就算流血，也要忍耐，安慰他日總水長，甘苦來時愛強爽。蒙蒙天啊，風塵打滾心茫通，凝情從藕斷絲連繁華路，恩怨了，眼前凶相，眼成相屬。也是夢過，也是胸過。天地間，共相夢。按叫啊！連王啊，唔使咁敬重啦，當然乜見種啊！人哋講歌啊，係啊係啊，叫你啊！哪一係西拉嘅啦？係啊，叫你，馬上去唔掂，係嘛？講啊，也係我開種歌響，霹靂聲完呢？哦，大家啲天數短時間時間是個台灣拍攝漢子哦，唉，我叫埋睇條都冇眼開咧。好啦，慢啲時間，天中來幫人搶啊！捱空係拉嘢啦！阿伯，迄摆帮你送到一枪。阿伯，捱做人男兒嘛？講緊嘛嘅講法，當然做得啦。好。來耶！阿爸、阿妹，連王又來耶！連王又來耶！我又來耶！經過列地3筆作準，3位強人，3行人一定要遵守，總唔得過聲哦。好了，這lang si Muji. Taring kira kaniga. Kani ko kesta la. Yet ben vahi rekon ko pinslayan da yo soni kani. Slekatam kano hwabo nila. 唔好講啊，今年一定會出規定，冇事情啊，哦，大家好做得好公義了。哎呦，總算有好人來講誒，啊！安子生，好，有家的過了。有同事，鹹水塘送來先呢，知名一半嘛。有同事，新的方向嘛該啊？
唔是个很爱同事，俺无做咧。杀围墙的事情，根本人伊是关系都无，用做单的清清彩彩去参加证哦，无公平啊！阿哥带三方人，叫杀围墙，有没有关系咯？那光不很做艺术，是开通虫哦。上摆几只新来的艺术啊，看到万的村的头来不因独特。吓就吓到未吓死哦！我看啊，注定爱没无人有胆接业个事啦。俺唔是休叫你肯用的。唉，肯定做事哦。来嘞，夹掉！阿爸错嘛家，夹掉！我行一下，那会死铁了哦。都上行啊，行都卡痒啦。亚丢，买点些艺术啊！那就嘿，俺想猜，你阿用啥？去买人？也是杀围墙的庄主吴连芳，也是前任的同事邱同事。哦，原来是邱同事啊！够用。唔敢，俺冇做咧，肯埋橋咧就好啦。我按多冯生发，是新来嘅同事。很飛。我通讲，俩休叫嘅，是娘亲戚啦。錯，帶條教人嘅係捱來阿哥。然後我就快咗咧，下擺確實啥都休叫，為判佢對你有排斥，冇判佢係捱兩個老當風嘅交代。洪同事啊，十個嘅騎廠人就3唔到佢，做教人啊唔是講嘅啦。帶同事都對不會錯啦。冯同事，抢！新來嘅馮同事又唔會按樣嘅人。然後之後呢？徐阿爸，你還要打上樣？三紅青山不搖戲啦。那可以說話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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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性相厌。阿爸，會衰啲咧，會衰啲咧呢？还吃到要生年的冇穷样，你看呐，你一模念书就想。哦，我看到，其他以後一定同我讀書，啊，好阿爸念哦，乖。哎呀，我看佢吼，你唔好念書，這樣會堂堂念書就衰啲。唔會啦，我諗講，我係學習時間還有難點書睡夢嘅呢。
就很好诶。来，停下啦。看，停。停嘛！停嘛！唔按这，唔按这。哎，杨洋哎，那唔按这。哎呀，老板呐，怎么要打题呢？记好唔通输了，规定枪底搞，迄下教师下你嘛去用的啊。你看写会出来。停嘛！老板呐，算你啦，生日吧就好搞咩？你还看中来了？唔可能讲吼，枪是中去啦。你知道喏，小腿的无？有，退啦。我那边看看先嘛。唔走住！唔走住！哎，阿飞哥，等下一下哈。哎，辛苦，不要喊啊！差不多的啦。哦，你看我卡，偏吹翻湿啦。唔是啦，那不用祝贺死人嘞。冇事啥咩好？阿肥叔，真的唔是按客气。吴庄主，其实係你啦，我哋吼有事情想老吳參詳。哦，安尼啊，给四比茶嘛好，好。哦，好，來，一邊行，來。好。幹嘛啥？是不？今天啊，張老爺，唔少。佢係說你老闆，本機都要即刻想辦法啦，啲危機，徹底哦裝唔到本機。慢慢係。莊主，請食菜。請。莊主，也係拿太來純鮮，也係純靈啦。莊主。吳莊主，也得幫送日本友做衫。阿肥叔，唔使客氣啦。莊主，唔就數起來啦。嚟到張板來。係有當到位所寫唔聽數，也冇乜嘅寫意思啦。唔過吼，冇看一部嘅模，一啲部啊是個屯少超有名嘅福成煙房買啦。福成煙房？係啊，大家酒店都有名嘅。係啊，對屯少哦，無年唔理嘅景點嚟啦。啊，我有親戚到福成煙房做事。當佢冇幾消息咧，媽唔知福成煙房你肯用嘅生意好冇？我聽講吼，佢哋條家也今年是鴉片食到當狂，身體唔好，冇乜嘅幹生意。唔過吼，佢哋嘅部嘅吼，正然買到當好。莊主，吳莊主，吳莊主。莊主，係你啦，我一兩日大吼做太爺，都做得做田色嘅。唔過吼，也附近嘅田哦，全部俾人搬槍槍嘅。我就想吼，佢武漢號蛋糕還有當到房梯，唔知吼係咪做得搬一啲，搬我一兩日大嘅呀？唔用誒，做點冇？嗰邊反擊，嗰樣事啊！你就來反殺天后機先呢？你做唔得故意開劇？哎呦，唔係莊主，所以唔啱條，馬介就做得啦。係個，佢哋反嚟哦，又唔抵法令，就算人哋有將日天啊，而
记得哦，你冇办法呢。阿肥哥啊，你也免硬硬条锁的咧，唔了得啊。还能让我去其他地方啦，我有事，我先落去哈。走住，走住，走住！阿爸妹，哎，这个妹不是 Q 去啊？去到翻嚟嘅片，乜该装住啊？阿爸忙盡啦，我老到阿爸忙陣啊，就冇等啊。太難幹了。阿妹，你嘅疏通希望嘅老去弄哪咧？很正直哦，你做乜嘅啊？爸，啊？阿妹嘅疏通係老奇呼呼啊咧。啊，乖啊，啊？係咪？你素養啊？阿妹迄檔嘅才做疏通嘅啦。哈？也沒蛋，你做唔做乜嘅啊？佢哦，搞佢讀書就都冇衰啦，搞佢下次就會發鬼嘅。哎哦，真是拿佢冇法嚟啦。定業，來，阿爸老唔講啊，喏，迄條三絲巾配起來，過年阿爸就帶你出去了，好冇？好啊，我去哪邊了啊？去屯燒啊，你啊，叫我做伊老家公拜年。好。天氣蠻大嘅，唔好轉去本家公看看啊，嚇。阿爸等伊洗漱，準備吃飯了哦。好啊。好，來。按講哦，有種事情唔點樣做會出來？咪喊做啊！咪喊做啊！讓我講清楚，讓我講清楚。聲音冇夠用我做的。聲音唔掂咩？哎呦！蓮芳，我好好教記得啦，記得哦，下擺天窗唔敢嘅啦。好定良善，本愛用做到。喺先本三方人做到，事情就太跳嘅。我真唔敢辦呢，好掉，當我跳去啦。你做乜仔？我點點啦？乜人講嘢？人家講，三比強萬那這風格，萬年虧欠，萬年輸。人哋這唔敢嘢做一生嘅天龍，再來辦了一片，結果咧，奉天動土冇錯。俺們全部做反的，嘿啊！一第三條才給騙，就不准俺有過去。做平地，我個好弄你嘅面神，山都紅誒，還做反的漲地，俺唔敢演啊！嘿啊！
做迄唔甘烟啦。天啊，我一本先来跟你讲这爱无法讲，啊，不过三度风景又唔甘中，偏偏好歹，唔讲到黑毛。嘿啦，爱啲两啥，动作唔甘烟。我上围桥老范家，我听家先，你还事实不公用的。两啥，我做唔得高先，行家做唔得一个同家杀皮。阿林峰，后生人讲嘅也有理啦。做一种火嗰啲，用自己休息条，安样打爽啦。阿亮讲嘅错啦，林峰，迄幕吼，唔就去留嘅三方人参详看啦，看迄咪做了留嘅环境哦，嘅世较爽一点诶。安样吼，人哋大家就有较多嘅土地做嚟耕种嘅啊，佢种出来米吼。人哋就多送点本佢哋食，安然后佢哋欢喜，人哋欢喜，大家就欢喜，安尼咪当好咩？戇姑，佢哋迄煩呢，你用phải thằng nhà pha，三方人咩迄人啊？條擺迄唔去參詳嘅啊，林峰，錯啦，去講講啊，做得冇林峰，林峰去啦。依啦，你講看呢？去看啦啦，想看呢？林峰，冇聽錯咗的咯。依啦，冇聽錯咗啦。看下咩？係我爸。林峰，东哥有冇看到？係啊，我是聽說唔准強佔土地嘅事發生，不過計用司法嘅鐵真係唔拿用嘅，故說啊，我怎會想到做犯嘅鐵來用？啊，了，聽人老總明講好，天好嘅主要啦，我哋哋話想去做武漢河上游嘅30架嘅鐵，一架鐵年主要6擔嘅泡米，一年大都有嚇。係我爸。老五帶人到上風前，我做地為有條件，我想難，不過冇辦法，輕人哦就愛食飯啊。係我爸，你也意思係？你準備6匹布，60斤的酒，還有糖鹽。你準備好了哈，我就帶你到飯沙。啊，還有，沒得好，凍好食鹽，哎，食到好鹽，馬個就講好啊。Wayel takargun na mukan ko giluna talolo kasa. Syugan na rayan haru. Bakon ha ini kavak mita biru ko itatayal kaniro. Wana psiun miru ko biru kani. Wana si kauli ko rahiyal na gilu talolo kanila. Nano kavru sami ga kuci ko tunok men. Meniru kanila mutena ko pingkaran ta. Ita saing menekis ka, thoye tamhakan ipabyak lalaki at mayat. Isu am tisoy maku, sunahin misu walay. Nano, subayan sudah ka? 是啦，مرحوح هنا.
多谢老弟全部挨了掉，多谢喏。走，哎。小狗，有什么耍？有啥？兄弟，开班杀给三寸都不赢掉，怎么还来抢啊？佢天挨了掉用煮的，一年一家天6摊的泡面咧。6摊，老多一台，惊到哪去山下挽救，3年都失枪枪咧。小狗，佢天喺房嘅呢，挨了做你老佢种出米来，你唔做本挨了掉嘅话，佢天还没房嘅。老解房嘅啊，佢挨到大样嘅田，你也唔干，點埋啊？给老母个都干你下，都塞得根本过来唔干，就是那个啥，莫闹哪个？闹到什么？都怪你，你哈，没干做咩啊？我啥？那个哑巴叔，有把那抽着干你，你把那还那开干你个手呢哈，还让你说了呗，我根本那把混手，你是个把俺那个都干个。Niuso kinakaw mo kamor kayenta. Paris na dayan. 我記得哦，蓋夫嘅愛安師傅哦。係啲啦，小伯。小伯，你小叫講黃菩提喺山紅人嘅田，你係乜嘅意思啊？唔點喎？我到講嘅田本來全部係樹嘅，山紅人險佢大路上，山紅人都要打獵，就將都要耕田。 土地是共用的，係啲嘅。大陸廠喺本外地度拿來種田，佢條通屋就冇辦法生嘅，啊個山海人就打唔到來食，難怪小狗會安欠。我就送唔到呀，啱了，加下山咯。小阿伯，我看到小狗老煩惱一講，我從我想到以前嘅嘢咧，我希望。 還有機會飲到佢唱嘅水酒。家下阿哥老母好講乜嘅？唔掂喎。唔掂咧。佢愛冇得好，吃照顧稍微窮人。因為。 做乜你講係漢人？人哋講哦，漢人一塊，搶捱到個土地，騙捱到個西毛，老山佬嘛個只個鼻個全是死槍槍嘛個漢人啊，驚咩個漢人？我解房嘅啊，驚捱到大樣嘅田，你又唔幹，點買啊？唔驚嘅好，驚捱阿哥嘅平湖，林姨。哦，林姨。 冷意，小狗，係你咩朋友嘿？我只朋友。給老母個都幹你下，都塞得根本過來唔幹，就是那個啥。村又做得樣嘅，就算社會窮人全部死槍槍，還用人送來啊！凡晒啲強用一家一家。 都鼓勵拿去，也係冇辦法嘅事情。
村主，用会顺利无？林峰，三方人用会讲啊，林峰真的吗？顺利无？林峰，你唔讲翻啊！哎呦，嘿，你又唔试试，看嘛个？郑淑英啊，真嘅啦！哎呦，你好讲啦！爸，这公鸡母家用的蛮多啊。不会多的啦，团母就多的啊。哦。做乜咁人空啊？阿妹，你系唔系顺意只公啊？做乜咁用滿啊？因为你唔需要用讲法，可以来就唔顺意去只公鸡母家。阿妹唔少用唔講法，妹咪唔算食講啦。那你做乜咁用啊？講過，係啲上樓梯。唔是小啦，有媳婦老兔啊！好嘞，只公雞母家。停業嘛，莫這樣嘅，我跌倒哦。阿爸，來啦，好。林峰啊，等下回到屋企時間，人哋望依依好嘛？天都會看看就好呀。阿爸，我聽到我爸爸在哭。就算阿爸在哭，你嘛要入去，你轉去，最好問佢老人家看看，俾佢安心，係冇？好，來啦。阿爸，睇手機嘅忙呢？睇手機就係人咩？要照顧很太哦。睇手機就嚟先。阿爸，阿爸哪里啊？阿爸，阿爸，林峰帶啲阿爸出嚟攞拜年。做得就好，做得就好。也係唔順嘅，我都天英，係阿公啊。阿姑，哦，天英啊，阿大了啊！好起來怎講啦？來，阿公這樣是糖的啊，過年。冇鬼勁。哎呦，冇要緊啦。
啊，听啦，阿公哦，将你跪下来同伊问哈。真嘅哦，阿公年年行好哦，唔过可以来睇路诶。啊？无要紧，无要紧啦。你看，阿孙诶都安泰咧，俺又会唔饿啊啊！我考完一个岁啊，3岁俺都停走。停走？咁咪是挂边的哦。好，两个好，两个较有盼啦。唔看，天然啊，送我极好诶头胎免死房，哼，个讲法个样诶吼，亲像特别细细哟。哦，个木神诶吼，看起来就像天唔强地唔强哩。阿公，我个嗓音啊，用个滴滴嗲嗲的。滴滴嗲嗲。哦，来，了都快表啦哈！阿公送本做见面礼。阿公多请你哈。阿爸，去摕几寸的？哎，用要摕几寸啊？掠东西的，比起阿万的细细的时间，难都舒服，甲规身的挂个细金锁片的吼，掠几寸多咧，未等于嘛解。哎，哈哈，你头滴滴嗲嗲哈，条哥，做得见阿公婆咧。哦，好，你来拜拜，哈，拜阿公婆哈，来。爸公朋友唔得挨掉呢，挨掉唔系功夫的人吓。唐昌年讲太小子佬太古也做来咧，你开府下俺多年来，很会偷时间啊吼，俺读好的多，俺辅导省是俺部太团员，生人都俺太了。阿妈嘞啊，很阿姨啦，哈，财主啊，也下班，该领房，该叫生日天饮啦。不是，太小子政府又唔系挨呢，农资会条更部分，你系更难得嘅事情，我应该希望求养家。阿姨，我谈到父亲19年嘞，一直都冇机会老太小子见面。保妹事情大家都知嘞，我喊话到俩生人哦，还冇法度看到太小子嘞。你讲讲起来做嘛个？你喊你的亲阿姐还有几冲？喊你？喊你呢？阿姐，几冲？系啊，阿妈嘞，你也是娘落妹啦，玩到阿姨，今年14岁呢。好，大家唔好客气的，来拜下公婆，拜下公婆啦。感谢我光复主公主婆，本爱光复生意无太岁太团圆，希望今年光复一无太岁顺遂平安。这就开你喊开，唔是开，我喺摆牙眉。红叶，什么红叶？准备吃团圆饭，哈，好，对呀，过来。
等下是团圆饭的时间，同家公凑穷下吼。好啊，家公。乖。来来，走来去哈。今晡日啊，迄30暗晡，也是古木卡团圆的日，大家吃团圆饭。来，快起起来！来，天天来吃啊！来。阿发嘞，来啊！来，冇声音啊哈！来，林芳，来，多谢吧。对啦，冇搞咧，来，继续吃哈！顺耳就会顺耳哦。福生，你啥了发表顺本机哦？太小气，讲也唔信。你那个老妹哦，平常地府卡系讲当你阿爸的发表，要咁样强用哦。实在哦，冇强用就冇强用啊。做甚咯？我冇看到佢啊。做事冇做咧，前几年就走了咧。用妹呢？佢冇钱，做得起来啊？我喊佢走诶，你随时攞咧，冇做梦咧，连概念都做唔起。嗰两时啊，我就系佢老女不用走诶。还有啊，到佢强胖嘅事务啦、工人啊，也全部被你阿爸打走咧。我都排谁讲哦？你梁生嘅事情哦，我不穿佢有幾難談啊！你阿爸心情唔好，闺女就地時壓平。除了叫你們來，攞去圖書館審理啊！我依家婦人家，我照顧俺當年事做，佢吹講你就唔啲啊！好嘅啦，冇再我提解條事情嚟啦。你阿爸講嘅錯。有咩嘛個後面上嘅事情，自己做嘛解啊？到了後來，你都做咧就好了呀。我不會當辛苦哈，我早就應該想到太小子咯，太高也停在做了耶。哎呀，也好啊。娘幫我生理又冇埋個好，就實在當嘅工人。既然我不會講下去咧，就幫太高也做咧停書啊。係乜嘅意思啊？哎呀，我要講錯啦，我係好意呢。阿媽你到底太高呀，本來就係娘方嘅工人啊。小講自己啊！你咪團圓飯，你係做了8年呢？啊？連望多謝阿爺好意，唔算勞煩阿爺。啱嘅，我冇法可做。係啦，就今日冇睇啦hết，強講一大早就轉去。冇咯，你係用辦，係一屆屆都幫我面色看，我好心了你啲哦，因為電到講嘅走呢。唔會啦，那點啦。你我嘛解啊？我係賺你賺嘅，你發到幾多年就學過會賺你錢你啊？我想起你那個老婆，你哦，我個幫忙咧，係講我哦，教人做 case，慢慢面皮轉來。出去，走出去！我出去咧，罵你落你圖書館設立啊！你真經當冇良心咧，嗰兩時小有你唔歡喜，唔去將我離婚，結果咧，做妹都連你身邊嘅抹沙，很平安。你個阿平姑，你也可以挨誒！我咪個阿平姑，我咪阿平姑。阿月，開始來了，開始來！你看我嗎？你有什麼？
阿凡，因看你俩发表做嘛？咱哪做英版？你想帮你看无？阿凡，阿姨讲的话，我冇当听。但很想，遐发表，遐爸的心意，你硬说哪一万去？还来请我帮伊录音加送信，你想看啊？他万一你送嘅心还唔拉的？轻松已经在飞，此撇脚下嘅土地，无想头摆，无讲故意，假讲摕倒单枪满都无做事，轻松已经。在飞，飘扬过海千万里，无惊风雨，无插丝雨，假插摕倒机飞颠倒无奈情。轻松已经在飞，此别桥下。